面对虎山林地无能力指定遗址保护，林地区成功里的居民在地里长郑情的号召之下，自发发起联署行动，短几天就超过100人响应。陈廷辉指出，就是这股民间的力量，互伊决心为地方发声，亲自整合中央各地方单位到场会勘。特别邀请我们台糖公司哈，因为台糖是这个地主啦哈还有邀请文化部跟文化局相关的文化资产的相关单位来到现场会勘。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文华路以东已经确定了我们文化资产的这样的身份，文化遗址的部分但是文华路以西还没有。可是最近有听到有台糖公司说可能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开发，所以我们今天特地邀请相关单位来到地方，包括我们的里长，还有我们的吴宇环议员、曾之杰议员、宜珍议员，大家一起来，然后针对这个事情来做确认。那目前我们就是初步结论，就是请台糖一定要保留这一块原始原貌的一个地方，不能去做开发。那么文化部跟我们文化局就文化遗址的部分，要去尽量这样子找寻资料，然后调查。那我们希望台糖给予时间跟空间。对于所有的一个文化遗址的一个确认，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希望台糖能够保留所有的一个状态。虎山林地离盎然，空气清新，是真侪民众运动踏青、翕相流量好所在。关心这片自然景观气甲流，议员曾之杰嘛到场收听。那也希望呢，这个我们台南市政府呢，能够重视里长的心声。如果你们要将这边有所做变更，是否先来跟在地的里长、跟在地的这个民众来做一个深入的讨论？因为毕竟以前这边是遗址区，那这么漂亮、这么优美的环境呢，在这个都市生活呢，我相信是现在大家呢，求之不得的。在这个都市在进步，要求新求变，发展更多的建设当中呢，大家要有个取舍。想要保留绿地，想要做新的开发呢，在这个中间呢，需要取得一个平衡点。所以我们在今天呢，特地跟很多的这个相关单位，还有媒体记者来到此地呢，希望呢这个遗址区跟保护区呢，能够有一个明确的定定。陈廷辉表示，牛潮仔遗址距离即马已经有3000到4000年的历史，是台南地区重要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然而目前只有文化路二段以东被指定为法定考古遗址，引发地方的疑虑。伊认为牛潮仔遗址不应该是保护一半。针对遗址保护争议，立委陈廷辉强调，之所以召集文化部、台糖公司、文化局，就是希望透过跨部会对话，互行政定数甲在地民意有对峙空间。希望中央甲地方共同正视保护文化历史责任。但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